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體育頻道。想睇到最新嘅體育資訊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大家好，多謝您今日收睇我哋嘅節目。今日呢一集，我哋要講一個足以令全國奧托福震動，令全世界紅魔支持者又愛又恨、又興奮又驚恐嘅超級話題。哥迪奧拿會唔會有機會成為曼聯下季主帥咩？從死敵變救世主，呢個劇情夠唔夠刺激？爆料消息，根據各大媒體最新報道，哥迪奧拿已經確定今季完結之後離開曼城，10年藍月王朝正式結束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就係嗰個帶住曼城稱霸英超10年，差啲毀咗我哋夢想嘅哥迪奧拿。而家佢好大機會離開曼城。呢個消息一出啊，有啲曼聯球迷已經幻想住哥迪奧拿帶住紅魔鬼重奪英超、歐聯。有啲人就話絕對唔可以，佢係藍月的人。今集我哋會用最專業、最深入、最客觀嘅角度去分析呢個如果。我哋會講實實、講數據、講戰術、講情感、講風險。睇完之後，希望你可以喺下面留言，話俾我哋知你支持定反對哥迪奧拿嚟曼聯。如果你係曼聯球迷，或者你中意英超、中意戰術分析，記得即刻 like、subscribe， 仲要 click 埋個小鐘仔，因為呢一集絕對係你今年睇過最刺激、最有感覺嘅曼聯分析。嚟啦，一齊去拆局。先講曼聯，曼聯今季經歷咗風風雨雨。阿摩廉起初有啲起色，但係之後成績波動，球隊喺榜上掙扎。之後卡域克暫代領隊，表現出色，對住哥迪奧拿嘅曼城都贏過波，帶隊穩守前3，鎖定歐聯。但係已經到咗期尾，佢仍然未得到長約，點解呢？仲係有啲怪。你睇下車路士都 confirm 咗下季領隊。講到呢度呢，就一定要重點講我哋嘅老闆拉傑夫，英國著名億萬富翁 INEOS 集團主席。拉傑夫入主之後負責足球事務，佢嘅目標好清晰噶，佢係想將曼聯打造成皇家馬德里模式。佢公開講過唔接受有起有跌嘅借口，皇家馬德里就係佢心目中嘅榜樣，就係持續穩定喺頂級，長期統治本土同歐洲賽場。佢想曼聯唔單止幾年內重奪英超，目標2028年球會150周年，更加要捧起歐聯。呢個野心好大，會唔會哥迪奧拉就係咪佢心裏嘅答案？拉基弗已經投資巨額喺基建、訓練場、奧托福翻新，顯示佢唔係嚟玩，而係嚟贏 trophy。所以拉基弗為咗達成目標，可能係想要一個贏過歐聯嘅領隊，唔單止要個可以令球隊入聯賽3甲嘅領隊。而哥迪奧拉離開曼城呢個時間點簡直完美啊！至於另一邊，根據最新嘅可靠報道，哥迪奧拿好大機會今季完結之後離開曼城。佢同後會有合約到2027，但佢自己都公開講過呢個賽季完咗會同主席傾，決定去留。而家多個來源包括 The Athletic 同好多英國傳媒都話哥迪奧拿傾向離開，結束佢喺曼城嘅威煌10年。哥迪奧拿帶住曼城贏咗幾多？6次英超，1次歐聯，好多本土杯賽。佢將一支普通球隊變成王朝，改變咗現代足球嘅打法。假九 inverted fullback 位置輪轉，數據主導，全部都係哥迪奧拿嘅標誌。佢已經喺曼城10年，可能佢想揾啲新挑戰，或者唔再做領隊。而曼聯呢，就係英超最大嘅挑戰，會唔會拉傑夫會俾啲其他職位佢，例如卡域克後面嘅顧問？哥迪奧拿教過巴塞羅那，教過拜仁，總之佢嘅 CV 唔需要講啦。總之佢肯嚟曼聯就一定有幫助。而更加有趣嘅係，我哋而家嘅 CEO Omar Berrada 貝拿達就係從曼城過嚟啊！佢之前係 City Football Group 嘅重要人物，負責足球營運，同哥迪烏蘭嗰個系統有過緊密合作。
貝拿達，了解曼城點樣成功，哥迪奧拿嘅戰術理念、數據分析同 scouting 系統。佢而家喺曼聯，正可以將呢啲成功元素帶過嚟。Ratcliffe、拉傑夫加貝拿達呢個組合已經同曼城有過合作經驗。如果哥迪奧拿真係離開，佢哋絕對有優勢去遊說同吸引哥迪奧拿。想象一下，拉傑夫嘅野心，貝拿達提供 City 成功藍圖，哥迪奧拿提供頂級戰術，呢個係咪曼聯重返王朝嘅雲妙方程式呢？再講哥迪奧拿離開曼城之後，藍月要進入過渡期。Maresca 或者其他接手都難即刻維持王朝，阿仙奴、利物浦同曼聯機會會多咗。曼聯係世界最大球會之一，有全球支持者，有深厚傳統。哥迪奧拿一直好尊重費格遜，佢哋之前有過友好交流。費 Sir 都有問佢有冇興趣執教曼聯，教曼聯由之前低位教到歐洲冠軍，等於挑戰自己。證明自己係史上最佳。當然要做專業分析，一定要講風險。第一，哥迪奧拿係曼城傳奇。曼聯球迷裏面有好多 Never Pep 嘅聲音，佢係敵人，佢代表住我哋最憎嘅藍色。佢嚟到會唔會分裂更衣室同看台？第二，哥迪奧拿風格需要時間同金錢，現有球員可能有適應期。哥迪奧拿要求絕對服從同高控球率，但曼聯有好多 direct style 嘅球員同文化融合需要時間，究竟佢哋適唔適應到？另外，曼聯下年有歐聯，又有其他杯賽，需要加強後備深度。卡斯美路又走，如果加上要配合哥迪奧拿打法嘅球員，又可能有啲球員又要換。究竟曼聯而家有冇咁嘅財力呢？第三，哥迪奧拿已經55歲啦，佢有冇足夠耐力再打另一場10年戰爭？佢自己都講過，遲早會離開 coaching。會唔會拉傑夫會俾啲其他職位佢，例如卡維克後面嘅顧問？第四，卡維克而家做得好，如果突然換哥迪奧拿，會唔會破壞現有 momentum？卡維克係曼聯 legend， 球迷同球員都支持佢。不過拉傑夫係 businessman， 佢會睇數據同長遠潛力。第五，如果哥迪奧拿失敗，後果嚴重，保證成功嘅標誌一旦唔 work， 聲譽會大損。總結嚟講，哥迪奧拿離開曼城係曼聯10年一遇嘅機會。如果佢真係肯嚟曼聯呢，點都有得着。你覺得哥迪奧拿應該嚟曼聯嗎？定係繼續信任卡域噶？下面留言區話俾我哋聽。今日嘅分析呢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抽時間一齊討論曼聯。如果你中意呢種有啲數據啊，有啲戰術細節，又有真心批評同埋讚揚嘅分析呢，記住幫手 like， 記住幫手 subscribe， 我哋好需要你幫手 subscribe， 同埋開埋個小鐘仔啊！之後我哋定時出片，講下曼聯，同大家一齊吹水。下集我哋繼續分析，多謝收睇。